點解香港人應該停止精英式教育？大家好，呢度係一番萬事屋，我係普洱。今日會同大家講下香港最需要改善嘅問題之一，就係教育啦。香港嘅教育模式以其競爭同埋強調成績嘅特點，長久以嚟被視為一種成功嘅公式。除咗返學同埋做功課，仲有補習班、興趣班鋪滿咗學生嘅一日時間表。但係咁樣高壓嘅學習方式，間接導致咗學童唔知道人生嘅意義係乜嘢喎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會睇下而家嘅一啲新聞同埋數字，了解香港學童嘅現況。長久以嚟，香港人教育細路嘅方式就係追求考試高分，追求多才多藝，將呢啲標準同成功畫上等號，導致好多學生由細到大都要承受好沉重嘅學習量。根據港大研究，超過50% 嘅香港中學生經歷過中度至重度嘅焦慮同埋抑鬱嘅情緒，而主要嘅壓力就係來源於學習同埋考試。同時，一本關於精神病研究嘅醫學雜誌研究顯示，長期嘅學習壓力會損害大腦中嘅海馬體，導致情緒調節同埋學習嘅能力下降。香港教育嘅過度競爭性同呢種慢性壓力嘅形成有好密切嘅關係。更加重要嘅係，香港嘅青少年自殺率喺近年持續攀升。根據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嘅數據，自殺係香港15至24歲年齡段嘅第二大死因。學生多次提到，升學嘅壓力就係主要嘅誘因之一。結論就係，精英式嘅教育將學術壓力變成學生嘅生活重心，忽視心理健康嘅支持，導致香港學童嚴重嘅精神健康問題。其次，我哋嚟講下過度追求學習效率同埋創造力嘅普遍缺失。精英式教育強調標準化考試同埋死記硬背，忽視咗學生嘅個性化需求同埋對於創造力嘅培養。呢一樣嘢對未來社會所需要嘅人才培育造成嚴重嘅威脅。創造力嘅培養係學童成長中唔可以缺失嘅部分。因為佢唔單止係一種技能，更加係一種可以解決問題、應對變化同埋適應未來息息相關嘅能力。創造力對於學童日後嘅人生、工作同埋人際關係都有好深遠嘅影響。首先，一個人有創造力嘅話，佢會可以更加靈活咁樣應對挑戰、解決問題。佢可以適應快速變化嘅社會同埋職場。更加重要嘅係，有創造力嘅人喺人際關係中表現出更加多嘅理解力同埋合作能力。日後呢個人喺遇到困境嘅時候，會更加多去搜尋一啲可能嘅解決方法，而唔係成為一個消極嘅人。因此，我覺得教育應該更加注重創造力嘅培養。而香港嘅應試教育就啱啱好缺失咗呢一樣嘢，造成香港社會普遍養成單線思考嘅情況。而精英式教育呢一種教育模式嘅另外一個問題，就係佢加劇咗普通人更加難以向上流動。根據香港教育局嘅數據，有近70%嘅資助學校學生冇辦法得到好嘅補習同埋課外活動嘅機會，而呢啲資源往往係進入精英學校或者係大學嘅關鍵。相比之下，比較有錢家庭嘅學生就能夠享受補習、私人補習、國際學校同埋課外活動嘅優勢，進一步拉大咗呢個教育資源嘅鴻溝。由於家庭背景對於香港學生嘅學業成績造成好重要嘅影響，呢樣嘢說明咗精英式嘅教育唔單止冇辦法縮小貧富嘅差距，反而係強化咗階級嘅固化。咁既然香港嘅教育制度有咁多嘅問題，
又應該點樣改善呢？首先，我哋可以睇下芬蘭嘅教育。芬蘭作為北歐嘅國家之一，佢嘅教育一直都俾人話係優秀嘅榜樣。除咗免學費同埋全額補助伙食之外，佢嘅課堂都係小班教學，一個班級通常係20個學生左右。一開始就設計學生將學習2種語言，通常係芬蘭語同埋瑞典語。而由1到9年級之間，學生將每週從4到9節課之間選讀藝術、音樂、烹飪、木工、金屬加工同埋編織等嘅課程，氣氛相當輕鬆。而同日本要求着室內鞋入學校相似，為咗保持建築物嘅整潔，學生通常着襪而唔係鞋去上堂嘅。除咗呢一樣，校園仲好強調戶外活動，就算係最凍嘅天氣，佢哋返屋企嘅功課都好少，令到佢哋有時間可以保留到戶外活動。而除咗學校嘅音樂堂，好多學生都會參加校外政府補助嘅音樂學校，只要交好少嘅學費，就可以學習一項樂器作為興趣，或者係基本發音同埋音樂理論等等。除此之外，芬蘭亦都積極鼓勵學生閱讀。當電視節目播放外國嘅節目嘅時候，佢哋都會附上原語言同埋字幕，咁樣芬蘭嘅細路仔就算睇電視都可以閱讀到。總括嚟講，香港嘅教育模式雖然能夠培養出短期內高分數嘅學生，但係從長遠嚟睇，呢一種模式對於學生嘅心理健康、創造力、未來嘅適應力，甚至對社會嘅公平性都造成好大嘅損害。借鑒全球教育嘅成功經驗，香港應該轉向更加以人為本嘅教育模式，令到教育唔再係競爭嘅工具，而係促進學童擁有健全人格、多元嘅適應力同埋社會公平嘅基石。唯有係咁，香港嘅教育先能夠真正為香港學生嘅人生作出貢獻，重新定義一個人幸福嘅標準同埋含義。正所謂己欲立而立人，一個園丁好好照顧一棵樹係好，但係樹要點樣生長，終歸都係由佢哋自己決定。父母唔一定要將細路嘅未來承包，先算係好父母，而係設立明確嘅責任邊界，令到細路仔學識為自己負責，為自己做決定，成為一個成熟嘅人。唯有係咁，佢先能夠行得更加遠。身處於滾輪上面不斷咁奔跑嘅老鼠，有時都會行出個滾輪，睇一睇個龍係點樣。除咗為咗所謂嘅世俗成功付出一切，希望我哋得閒都可以停落嚟，反思一下自己喺度做乜嘢，又係究竟為咗啲乜嘢而生活。要走出絕望嘅幻象，有時候我哋可能只需要堅定咁樣選擇內心嘅聲音，就係走出迷宮最重要嘅直覺。My time, you are I want. Neither of us wanna be alone.